好，来继续来看台电的台中火力发电厂造成中部地区严重的空气污染。但是最近这个环保署发公文给台电，讲这个中火会当增加10%的烧炭量，也就是这个烧炭量会当达到1200万吨。市长罗秀燕当炮批评着环保署倒退路。这个罗秀燕讲，只要有伊地咧，烧炭这件代志就无得参详。台电形容讲，这是真心换绝情，要来提出行政的救济。只要我在，没得商量啊！煤炭这个事情不用商量。台中市长罗秀燕伫市政会议中讲重话，对11月10日，环保署来函表示讲，依法中火涂炭许可应该有10%的存求量，罗秀燕无法度接受。1104万公吨，如果可以放宽10%的话，那中火它可以燃煤发电就会超过1200万公吨。环保署表示讲，10%的存求量是固定污染源许可证管理办法第9条内面白纸黑字写的。台电嘛提出进行合法的许可证，这是18年前就有的规定。许可证依法规本来就有10%的弹性，这个规定其实18年前就有了。台中市核发给台中电厂的许可证也有载明这样的规定。台电非常努力，希望台中市府能够看电，不要真心来换绝情了。10%这个部分是在目前的法规的规定里面，行政机关都能够秉持依法行政的这个态度，去执行相关的这些许可证的核发跟整个后续的管理。虽然台电甲环保署的态度坚定，不过台中环保局有信心过底线。自治条例它强调的是上限，它不像我们许可证的管理办法，所以我们对法律的位阶我们非常有信心。我们都希望。中火的生煤能够减到1104万吨，而不是还有一个10%的阿收比。环保团体肯定台中市政府减涂炭的决心，强调市民健康袂使拍箭。中央地方甲各营单位各有坚持的立场。台中市政府呼吁讲，台电中火用涂炭的量，强要到上限的标准应该量早应用。台电表示讲，会采取行政救济手段，争取权益。